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号的《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下晡3点40分，国防部发布国家级防空警报，讲是中国发射卫星对台湾天顶经过。民进党举行国际记者会，热情地讲台湾是主权国家，无需要宣布独立，也会延续蔡英文路线，依持现状。有民众买 Costco 的排骨菌汤，说食到刀仔片，另外日本草鱼有5件验出着农油残留超过标准，禁止进口1个月。国防部伫今下晡3点04分发布国家级防空警报，讲是中国西昌发射卫星飞过台湾天顶，爱民众注意安全。也因为这是头一届发布国家警示，引起民众烦恼。伫咧发布警示迄个时阵呢，总统蔡英文人伫咧高雄辅选，致辞的时阵警报拄好弹，伊强调讲这是卫星，毋是飞弹，请民众毋通紧张。毋过这引起的简讯说是甲这卫星写做是飞弹，国防部也出面回释内容。讲到这礼拜六就要大选咯，也那这中共扰乱台湾的力头是搁再加强。国防部公布，昨昏台海附近有10架中国军机、4架军舰、4粒空飘气球扰乱台湾，其中2粒空飘气球搁飞过台湾的中南部天顶，经过中央山脉。公布也指出讲，中国利用这款有哪无行为伫咧扰乱，进行认知作战，扰乱民心。大选倒头算4天，中国扰台嘛是愈来愈强。特别伫台海边仔有10架中国军机、4架中国军舰，含4粒中国的空飞机轨啊，其中2粒是飞过本岛中南部的顶面，软过中央山脉，关岛拢伫15000尺以上。国防部讲，机轨的路径已经严重威胁到真侪条国际航道，研判中国是用铺设地带10架做认知战。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从事灰色地带的袭扰，中共运用这样一个作为。就是从事认知作战，影响我民心士气。中国的空飞机轨啊，侵扰是一直来，对峙控制事关，但以来已经连续8天侵扰，加起来数量到20粒。国防部强调讲，若机轨啊对地面是造成严重危害，国军会积极来反制，但若无威胁，要开弹药，甲机轨啊拍落来。视其威胁的程度，来去做相对应的应处。那我们并不会随着它的袭扰，然后就将其击毁。那这样子呢，很容易就达到中共运用不对称作战的方式，来扰乱我战备应处作为，跟消耗我国军武器的目的。那至于它后续有没有落下的情况，我们会请战区保持着密切的监视。国防部表示讲，目前是无发现鸡龟仔的残骸落伫咱国的境内，但若是鸡龟仔经过人口济国外的所在，会运用联合情战争的手段，含伫军机严密监控。对中国武力威胁的行为，美国国务院中心讲，反对任何干涉也是恶意影响台湾大选，相信台湾选民应该无受干扰选出后一任的元首，而且中国停止施压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特别大选，毋过中国继续甲台湾戏惊。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一个发布操兵的影片，搁再有几落台歼16个飞行训练画面。解放军这2天也伫咧东海进行实弹演习。那中国的商务部是发布福建两华融合发展示范区的14项经贸领域措施，包含支持福建加强对台招商、吸引投资等内容。有学者认为讲，这个时阵来宣传，真明确是要影响台湾的大选。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上新的影片，呈现某美军舰载的直升机团在召开运动员大会，讲是开会就开战，而且放出真侪架歼16执行飞行训练的画面。中国军队初8、初9嘛，伫东海一寡区域在做实弹演习。本部已经有掌握相关的一个动态，绵密的运用联合情监侦的手段，来去研判它对我们的一个是否有造成一个相关影响。我台湾大选的敏感时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初9伫外交研讨会讲到拜登要向习近平承诺讲，要支持台湾独立，嘛个中心统一的论调。面对外部干涉挑衅，我们进行了坚决有力斗争。针对各种无理打压，我们采取了正当合理反制。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格局更加巩固。
像是中国商务部各大班顶律师的单位是确保福建两化融合发展示范区的14项经贸领域的措施，包括支持福建加强对台的招商引资、深化福建台湾的产业融合等等。或者讲这是中国中央促统政策延续，想要给大家议题区域化、地方化。基本上，中国在这个时间点发布的任何对台的政策，无非都是对准的选举嘛，哈。因为时间越逼近，他们必须要在一些动作上表现出他们的一些态度。在软的部分，当然就是必须要对台湾相关的经贸来进行拉拢，去展现他想要精准介选这样的一个目的啦。吴锡哲嘛讲，中国这时阵加强宣传，对台实地两硬两手的策略，目的是真明显，就是想要来影响台湾大选。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六特别大选哦，这民进党赖清德召开国际记者会，回应外国媒体上关心的量化政策。赖清德强调，依持现状会延续蔡总统的路线。那国民党还有其下晡时召开反对废死的记者会，要求赖清德表态。也针对国防部发布国家级警报，还有其是回应讲，甘美讲这是中国介入选举咧。那民众党郭文哲继续伫咧南部拜票，针对中国发射卫星，伊认为两岸就要建立沟通管道。伊也批评讲，中国有时啊就是帮派。Peace is priceless, and war has no winners. 特别用专英文致辞，选战来到倒头算4天。民进党政府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举行国际记者会，外国媒体关心两岸议题，赖清德强调讲会延续蔡总统的路线，维持现状。我们并没有任何计划，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没有另行宣布独立的必要。赖清德嘛讲到，中国利用战争和和平的选项，想要来影响选举。那指定的人当选，都不是选总统，是选特首。伊若当选总统，对伫印太地区创造新的局面会有帮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的车队扫街嘛无停，下晡3点外，国防部发布国家级的防空警报，对这侯友宜讲绝对唔准中国任何起无空，但敢是搁要讲中国介选，又发国家警报。又说是卫星，又好像又说不是，到底标准是什么？你是不是又要说中国界限？侯友宜讲，伫这重要关键时阵采取的手段，拢是讲中国介选。伊嘛开反废死记者会，而且参反废死是很正义公约，爱对手赖清德表态，讲好清楚。阿伯加油！谢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加油啊，加油啊！民众党的柯文哲是继续伫台南做车队扫街，找到对关庙出发，对国家级的防空警报是毋是介选的手段？柯文哲讲无想要怀疑是阴谋论，但是批评中国是敌对队友。不需要把人家讲，他想得很坏，什么都阴谋论。不过说1996年到现在的，每次中共都扮演那个猪队友的角色。当然你也不可能说他这个期间就故意卫星都不发射，我倒觉得反正双方都在过招。柯文哲认为讲两岸应该建立一线的管道，才袂阁发生这种状况。伊嘛向支持者发话，叫因爱拼命，甲厝内的是大人邮票。柯文哲嘛宣布讲，已经做好决定，要甲新竹的农地卖掉。记者综合报道。唔但要选总统的人爱走基层，这3党副手也陪因党内的立委候选人拜票。国民党赵少康就向郭台铭发声，叫伊爱赶紧出面回来拿赢。那韩国瑜是讲，这脱岗的囡仔也是爱靠中华民国保护，才会当做副总统。针对着这款的讲法，民进党萧美琴就讲，这款的讲法是有歧视的，使人遗憾。那民众党吴欣盈初陪参加网络节目，伊有物件介绍引起议论。吴欣盈认为讲，伫咧物价大起价世界，上界重要的是台湾的经济爱改变。下路甲民众质疑，路边有人邀国旗回应。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刘小康去新庄府选拜票，为大选有声势。选战就特别到啊，蔡伯侯友宜甲刘小康去台中造势，煞无记宣誓就职，引起大家讨论。刘小康背回讲是宣誓政见，展现决心，而且佫一届向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发讲，希望伊赶紧出面表态。剩下3、4天，郭台铭还是自己出来吧。哦，你到底要做英雄，做枭雄，做狗熊，就在这几天，历史会给你定位的。
手比爱心第一。支持者嘛，伫路边真热情摇手。民进党萧美琴去台中拼选战，加入为候选人蔡其昌、甲林正义辅选，用这样的魅力吹票。针对韩国瑜讲，判控港的后生嘛爱靠中华民国的保护，才会当做副总统。萧美琴批评讲，这是有歧视性的讲法，强调选举都是竞争的关系，伊会全力拼落。对这些含有一些歧视性的讲法，都觉得非常的遗憾。那我们台湾努力的就是要创造给大家都可以有自己梦想的机会。甲支持者热情小酒问，民众党吴欣盈去桃园陪共党的立委候选人罗香玲扫街拜票。不过，采白参加网络节目的时阵，唔拿广告甲跳舞，又不给的时阵，又国际牌仔的介绍真准，又台北市特帮处组都差较济，嘛引起讨论。吴欣盈表示，在物价直直起的时代，重点是台湾的经济爱改变。几年来，蓝绿执政的时候，物价一直狂涨。那我是觉得说，重点是台湾的经济一定要翻转，企业必须要减税，人民的薪资必须要提高。吴欣盈强调讲，又伫网络顶开节目，讨论绿色金融、主权基金、甲中美地缘政治等等，欢迎大家会当来了解看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了，就是咱总统也个立委的这个投票日，中国的动作不哩啊济，唔拿派出军机军舰，甚至用空飘气球扰乱台湾。国防部今下晡也发布国家级的警报，讲中国发射卫星飞过咱南部天顶，真侪民众看到这警报拢是惊一跳。咱若讲到这台海政见，一向拢是民众正关注的议题。3位总统候选人也提出因两岸立场，望争取到选民的支持。进前总统蔡英文要定义伊的外交路线，就是建设稳定、互世界信任台湾的路线。其中两岸关系一向拢是咱总统大选当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大清特别讲过，家己若当选会延续蔡总统的路线，伊提出4大基条，要继续强化国防和民主阵营的合作。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我将落实和平4大支柱行动方案。强化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强化国防，强化经济，以及强化和民主阵营的合作，发挥威慑的力量，不引战也不畏战。也那个问题要公开肯定蔡英文的路线，但是伊认为思考两岸议题爱徛伫美中对抗的局势，来想讲咱要安怎伫这个结构内底，互台湾得到上大的利益。两岸问题，这不是台湾海峡两岸，是太平洋两岸，必须在中美对抗的国际架构下来思考台湾怎么去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还是要对抗。另外，侯友宜是批评蔡政府执政以来和中国的交流愈来愈少，伊主张9二共识，但是爱下中华民国宪法，除了加强自我防卫，嘛就和中国增加对外降低冲突。我提出的是一个3D 战略，自我防卫能力让提升，备战不引战，同时两岸不断的沟通交流，增进彼此有善意。我的中间路线才会当真正的远离冲突。和平是所有台湾人民的愿望，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纪念过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时，特别明确表示9二共识都是一个中国原则，宣示要统一台湾。而且这几年来，中国大不时以经济武力等等来威胁，未来执政者要安怎捍卫台湾主权、台湾人民，又会做出什么款的选择，全世界拢真关注。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台湾对去年底就一直传出中国介入选举的这个情形，高雄一名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去年招里长等人去到中国旅游，而且接受通奸思想。检方甲这名理事长依照违反反渗透法起诉。桥头地检署也查到某一个里长交流协会总干事，去年共款招里长、协会农会成员等人去到中国，而且中国呢要求因着爱支持特定候选人。检方认定这总干事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甲选罢法，问话了后以20万交保。协会初到下晡正常运作，里长和民众对理事长起诉的代志拢无要发表意见。检方调查，高雄某商圈发展协会王理事长从事旅游业。去年7月，带3个里长和亲友总共17个去北京旅游，中国传播交代，佮接受中国的通奸思想。王姓被告并可按每人抽取约1000元不等之利润。行程中除有台办人员陪同外，
多次向有投票权之团员宣传两岸一家亲，或附和下架某政党之言论，使参与旅游之投票权人为一定投票权之行使。向检去年12月初8发动搜查调查了后，王理事长以10万块交保，检方初8终结，以违反反渗透法起诉王理事长。共款是伫高雄，桥头地检署初8嘛查到某里长交流协会会员黄总干事，涉嫌协助中国招里长等人去中国旅游。黄姓被告自112年起，已多次与中国台办人员联系赴陆接受落地招待事宜，并率团陆续于112年9月至12月间奔赴北京、厦门、武汉等地。台办人员利用参叙敬酒之机会，表达希望团员支持特定理念之政党及候选人。检方认定黄总干事涉犯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拔法、甲公职人员选拔法，因果无羁押的必要，以20万交保，来到总干事联系地址，大门关咧。开门的人讲，总干事无伫咧，对这件代志伊嘛唔知影。选举剩5天，检方唔敢大意，就是惊外部势力来介入台湾的选举。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伫咧 Costco 内乌店买剁好的排骨回去滚汤，10岁查某囝食到嘴内面，才发现讲，这排骨的骨头顶头有雕一块1公分长的刀仔片，食第2块同款也有，喙齿去擦到，家长甲这代志铺上网，代志才见光。这寡肉是对屏东的食品厂来的，台北市卫生局有交予屏东卫生局来稽查，而且也讲会加强管理。详细看，伫画面内底一块排骨的骨头，顶悬插一块差不多1公分长的刀片。会有遮尔含的相片，是有民众顶一日去台北市内湖的 Costco 买排骨，等去厝里煮汤。因查某囝食2块排骨，所发现内底有刀片，后民众是起一个抛去伫网络顶。无法度想象细汉囡仔若是甲即种刀片食落腹肚底，会发生啥物代志？强调 Costco 的品管需要好好要求。在吃的时候就舌头被刺到，当下我看到2块骨头有刀片的时候，其实我内心真的是很生气。铁片的外围其实是很锋利的，那个嘴巴一划下去，那真的不是缝个1、2针你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相片抛去伫网络顶了后，真侪网友拢讲，这刀片真细块，无细致就会去食落，万不离吞落腹肚底，囡仔可能会有性命危险。还佫有人建议讲，要保留证据，验伤提告。代志发生了后 ，Costco 发声明回应讲，厂商甲排骨切做过包装了后，就送去卖场卖。初步研判，伫骨头顶悬的物件，可能是寄排骨机器顶悬的刀片。毋过为保养维修表顶悬来看，并无看到设备有损害。台北市卫生局查到甲消保官等等的单位，做伙去 Costco 内湖门市稽查。依照业者表示，目前只接到1件的客诉。卫生局今天稽查同批号产品，没有看到有异样，也没有看到有锯齿状的刀屑，而现场也没有食品卫生不良的情形。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Costco 这款肉品是由屏东一间食品工厂切的，结果再去门市内卖。不过业者目前是无愿意回应。台北市消保官建议，民众会当提起消费争议的申诉。身体健康有受损的部分，可以举证来跟业者请求精神的慰抚金。那针对所支出的医药费，也可以举证来跟业者来请求。市政府目前也已经要求业者要进行退费。目前屏东县卫生局现场稽查这间食品工厂，其害刀片并无损害，金属检测的记录嘛无各样。呼吁业者都要落实自主管理，以护食品的卫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草鱼真侪民众喜欢食，不过食药署早起公布上届新一批边境查验无合格名单，有5批是对日本新本内容复工来的，总共1200多公斤的草鱼拢要超过标准。对1月12开始呢，这5间制造厂禁止进口1个月，这是台湾头一届甲日本的草鱼禁止进口。日本草鱼大粒又搁甜，自来就受到真侪台湾民众的喜爱。不过，直直传出日本草鱼有农药，催告食药署搁再公布最新一波检查无合格的名单。由美方青鲜食业有限公司、旭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永泉水果有限公司按日本复工内容成本进口的日本草鱼，分别检查出农药，已经直接甲退运还是销毁。我们的用药方面有一些是不得检出的，就是退运跟销毁啊。食药署讲，日本草鱼的产季是每年11月到隔当年的4月，因为日本草鱼常常违规，敢若顶一季就20批无合格，违规的比例偏悬。除了要求日本改善甲说明以外，按去年6月开始到今年4月底，伫边境对日本草鱼采取上严格的100%抽验来监视查验。
检验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包括有农药残留。对于这个产季被检验不合格的草莓，在日本有5个制造厂，自今年113年1月12日起到2月11日止，暂停这5个制造厂的输入查验的申请。事实上，日本草莓一直无合格，就是因为台湾和日本核准的农药无相像。亲像这个验到的混凝胺，国内的用温标准是0.01 ppm， 啊麦皮派用温量是1.0 ppm， 落分量用温量是0.5 ppm， 拢比日本的标准更加严。以陆芬龙、斯派灭、亚灭培来说，这3种农药它算是低毒性，也没有致癌性。不过氟尼胺的话，它在动物实验却看到说它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医生建议讲，民众若要放心食，无论是草莓还是其他的果子，要食进前上好是以流动的清水呛水10至15分钟。而且因为草莓表面无光骨，会当用冷清啊、轻轻啊流、轻轻啊洗，拢会当大量降低农药的残留。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对2017年开始禁止这动物收容所甲动物安乐死，不过这收容所的空间却开始无够啊！亲像新竹县的动保所关狗的空间就特别低，动保所就宣布讲，这七十开始呢，要甲17只流浪狗野放。这消息一出来，虽有4只互人领养去啊，也剩的13只同款的野放，不过这款做法也引起争议。古锥的狗仔看到人挖近会欢喜摇尾溜，不过这在动保所的狗仔，若是来超过2个月，阁无人来领养，新竹县政府按算拜3，就会放回去因原本的所在。这可能不是很好的做法，可能要再看看是不是有别的替代的方案，就是来处理这一块这样子。对，要不然我们的那个很多鸟类也有可能因为流浪狗，然后来弄到这样。可以接受。那怎么说？因为他就也没有钱啊，你也不能叫他应收嘛。那如果他应收的话，那可能变成还是会死在里面啊。新竹县动物保护所解说讲，因为2017年开始规定，袂当实施安乐死，收容的狗仔愈来愈多，已经叫要甜啊。为了解决问题，只好野放。因为过去是用安乐死嘛，然后现在不能做安乐死，我们收容所在运作上一定会动物进来，然后出的少。然后进得多，最后一定会激留动物在收容所内。收容目前已经到150只，接近我们收容的上限了。回治的话，对狗狗也是算是比较辛苦，但是也是不得已办法。就是教育的问题，我们希望呢之后在修法或立法上面，可以让有一个园区做一个生命教育园区，让人家不要弃养。弃养这件事情才是源头管理最大的问题，没有弃养。收容所哪来了这么多猫猫狗狗？哪来这么多爆量的事情？新竹县动物保护所表示，这摆总共会放13只流浪狗出去，把强调每一只拢已经检查过，放出去会继续探检。不过这款做法到底好也歹，也引起外界讨论。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其他的雨水较高，各地头拢有机会落雨，不过暗时了后雨水就变较少咯。气象署也要提醒，明仔载下晡有冷空气流南，可能是强烈大陆冷气团的顶级。拜4、拜5透早上介嘅温度只有10度左右。若冷气团只会影响到拜5，若这拜6嘅投票日，气象署表示讲天气袂歹。受到华南分河区向东平线影响，拜2早起北部含东半部特明显感受到天气又个湿又个冷。气象署表示，这是雨水较高，不过拜2暗开始雨水就较甜，也若到拜3有一阵大冷的空气到位，中昼过去了后，气温就直直降。然后在星期4这一整天，尤其在星期4北部、东北部、金门、马祖，甚至东部地区，整天的天气是偏寒冷的。星期3晚上到星期4清晨，星期4晚上到星期5清晨会有低温出现。我们目前预估的低温，在马祖、金门、中部以北和东北部低温大约10到11度左右，其他各地大约13到15度左右。气象署提醒讲，拜4、拜5透早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较快的所在温度敢若剩10度左右。只是除了南部以外，其他的所在高温拢伫咧20度以下。这阵冷气团影响到拜5尔，所以拜6投票日各地的温度拢是真舒适的。
我们目前预估选举当天天气，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阳光，只有东半部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温度不会像星期三、星期四这么冷啊。气象署提醒讲，这阵冷空气有可能会达到强烈大热冷气团的级数，提醒民众除了爱穿好少，沿海的民众也要特别细致，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风会真透。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增加515例新冠病例，也有48例死亡个案，拢是4个月以来新冠。疾管署也预估，这新冠含流感的疫情会伫咧过年前一礼拜达到高峰，新冠一天会有15000人确诊，若流感一礼拜会有15万人。医生也要提醒讲，进前的新冠疫苗保护力无够，建议民众也去注新版本的 XBB 疫苗。Novavax XBB.1.5 疫苗今开始注，不过有一寡病院拢已经去互注本了了。Novavax 新冠 XBB.1.5 疫苗催稿开始注射，互要注疫苗12岁以上的民众，叫一款选择，大病院100名也早起就登记了了。之前呢，人家介绍说次蛋白的反作用或副作用会比较轻呐，所以就来打了。之前的打的疫苗就是高端嘛，次蛋白疫苗，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技术比较成熟，我打起来自己觉得风险会比较小。民众抢要注疫苗，不是无原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新增加515例新冠本土并发症，是5个月以来的新冠，而且顶礼拜新增加48例死亡病例，嘛是4个月以来新冠。其中中部一个40几岁的查甫人，本身有慢性病，唔捌注过新冠疫苗。去年12月中旬发病确诊，大约3礼拜因为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弱死亡。他其实没有接种过任何一剂的新冠肺炎的疫苗，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加上说他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所以感染新冠肺炎之后，造成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当然会大幅的增加。那是新冠流感疫情嘛，在滚价。疾管署讲，寒流小煞来，加上已经解放了的免疫负载，刷落来3礼拜，新冠和流感疫情拢会继续升悬。估计距离过年进程，也就是1月28到2月初3迄礼拜。新冠和流感疫情会冲上悬。新冠的这个单日的平均就诊人次可能会上看这个1.2到1.5万哈。那另外在流感的部分，可能在单周的这个类流感就诊人次呢，会到15万人次。疾管署提醒讲，新春期间上北路南，人丁来去去，加上学校开学228年假这因素。过年了，新冠和流感可能各会有一波高峰期，而且新冠JN.1变异株。可能伫过年时成做国内主流变异株，呼吁民众爱赶紧去注流感疫苗，甲新版的 XBB 疫苗，避免感染了后并发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讲到波音公司新的飞行机737 MAX 系列，这个飞安事故是一直发生。2018年到19年，因为这个操控软体设计有问题，引起全球大规模停飞。进前也传出阿拉斯加航空的飞行机飞到一半，这飞行机的机门板摔落落去。联合航空也发现几落台同款的飞行机伫同一个部位螺丝拢连去。相关业者也决定讲要扩大检修和停飞。根据路透社等外国媒体报道，阿拉斯加航空128航班在传出客舱的门落去的事故了后，虽然将机尾有平安降落，无人伤亡，不过机队内底65架737 MAX 9客机全部拢停飞，影响141个机座，占总数差不多20%。另外一间大客户联合航空79架共机型的客机嘛停飞，取消航班有甲226个机座，差不多占总数的8%。另外，印尼民航单位嘛要求西主航空等有737 MAX 系列的飞行机，都要暂时停飞。波音公司客机王牌之一的737系列，上新的 MAX 系列，为着让客户会当安排更较侪客舱的座位，改变客舱多层门的设计，这嘛真做可能的原因。两间业者伫事故了后的检查，发现客机的门、螺丝等的零件有冷气的现象。这敢是甲波音工厂组装流程的问题有关系，也要详细调查。另外，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指出，目前美国国内航线座舱通话记录器每2点钟都会把进前的录音的内容洗掉，地主后续调查的困扰。FAA
thankfully has taken some recent action to issue a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to extend CVR time from 2 hours to 25 hours, but only on newly manufactured aircraft. So it would not affect this aircraft. 1月初2，在日本羽田机场降落当中的日本航空班机，启动着海上保安厅的飞行机导火的事件。主管的国土交通省初九公布紧急安全对策，要求各机场航管单位对准备起飞飞行机发指令的时阵，唔通包括 Number 1、Number 2这类有顺序意思的用词，避免机师误解，发生提早进入跑道的情形。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黎巴嫩真主党伫咧车背互以色列空袭攻击，造成拉德曼精英部队的高级指挥官塔威尔死亡。也因为以下冲突一直摊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4届去拜访中共各国，希望会当减轻区域紧张的局势。根据黎巴嫩这边的消息，以色列伫当地时间初8对黎巴嫩的南部发动空袭，造成什叶派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旗下的拉德万精英部队，因的高级指挥官塔威尔死亡。这是10月初7以下战争以来真主党死亡的名单内面位阶上悬的军官。塔威尔捌参加2006年和以色列的战争，和2013年和叙利亚的战争。以色列讲，拉德万部队对北方的边境渗透以色列，以军初7嘛伫咧对拉德万部队的行动内面，拍死7个真主党的成员，而且准备要攻击更较侪真主党的据点。因为以色列顶礼拜才伫咧空袭真主党大本营贝鲁特的行动内面，拍死哈马斯第2号的人物。因即摆的行动，互外界是更较烦恼，讲规个局势有可能升级。سامي بلال أبو عيسى ومحمد بلال أبو عيسى ناس على الفطرة يعني ناس غلابة ولا لهم في أي جهة ولا إنهم شغلة هم نايمين قصفتهم الطيارة الصبح الساعة 6:30.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在进行以下战争爆发以来第4摆的中东危机之行，无得停在和中东国家来协商，想办法要来阻止冲突扩大，嘛出现扩大援助加沙。Everywhere I went, I found leaders who were determined to prevent the conflict that we're facing now from spreading.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deter escalation, to prevent a widening of the conflict. 针对以色列的官员正提议讲，把巴勒斯坦人刷去其他的所在，布林肯是表示反对，强调讲袂当强迫已经无厝通转去的巴人离开加沙，而且若条件会当，应该互平民较紧转去伊的家园。伊嘛，搁一摆呼吁以色列确保加沙平民安全，和人道援助的工作会当顺利进行。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最近有马尔地夫的官员伫社群平台骂印度总理莫迪，互两个国家的关系变紧张，也影响到马尔地夫的观光业。是因为印度一年有超过20万名的游客去马尔地夫佚佗，是马尔地夫主要的外国观光客。白色的沙坡最浅海面，南亚国家马尔地夫旅游业占经济产值的1/3，国际游客来去拢无断。不过最近选上大的客源国印度差袂煞，进前印度总理莫迪亲身落拍一支印度的观光宣传片，影片公开了，随时有真侪印度人来取赞俄罗本国的美景。不过所有3个马尔地夫的官员伫社群媒体讲目的是小偷等歹听话。虽然3个官员已经停职，由于和两国的关系变甲真紧张，印度驻马尔地夫官员随即向马尔地夫外交部表达强烈的关心了。印度催配嘛，调见马尔地夫驻印度的高级专员。I didn't visit Maldives, but being an Indian, born and raised in India, definitely my heart goes for India. 印度第2大旅游订购平台 Is My Trip 催配嘛宣布无限期暂停马尔地夫航班订购服务。去年印度超过20万的游客拜访马尔地夫，虽然暂停服务会流失部分国际游客，平台依然坚持保卫国家的尊严。There are about 3 lakh passengers who fly every year from India to Maldives. So we are letting go of this business as an opportunity to promote our homegrown destination like Lakshadweep. 事实上，马尔地夫按新总统莫伊做去年11月就任了，外交上就慢慢和印度行远，转去甲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若中马两国去年互免签协定生效以来，去马尔地夫佚佗的中国游客数量持续增加，人数敢若比印度甲罗西亚较少尔。目前总统莫伊做嘛当咧中国访问，双方有计签订投资贸易等几项协定。公视新闻杨干编译。
民进党立委罗致政方逼出数密影片，检调也未公布这影片是真也是假。国民党今日搁再公布20段影片，也交予检调，呼吁伫咧1天内就要公布调查结果。罗致政再起伫并且回应，这支国民党的影片来源，也批评中共介入选举，搁含拿赢的政客斗空影响国家。另外，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洪新涵也方逼出讲，伊有去开查某影片。洪新涵是讲影片是假，已经报警察了。民进党立委罗致政加入去本港影片的风波，以前早无公开的规定，检调鉴定结果到今也未公布。国民党找到公布那像是罗致政20段上新的影片，会全部交予检调来鉴定，呼吁爱伫1天内查明真相，公开予大家知影。而且嘛有那样立委认为讲 ，Deepfake 影片分析的特点是真恶假造。如果这个影片调查处证明是真的，那么我请赖清德要立即要求罗致政退出这一次的立委选举。那背后有一颗字啊，这个影片，其实罗致政委员真的要证明自己不是影片中人你不公开那个检验报告，不然你公开你背后那一颗字啊，还是你要找我们委员来帮你看你的身体我也愿意啦。罗致政早起嘛伫咧人并且铺文，质疑国民党影片的来源，批评中共介入选举，甲南洋的政客是规旁做伙作业，甚至影响国本。呼吁国安团队要赶紧调查，公布真相。行政院长陈建仁是尊重甲支持检调调查，呼吁民众认知中国介入选举的手段。罗致政委员的不雅的影片已经鉴定完成。什么叫公布？这件事情呢，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我们行政院呢，完全支持呢，也希望呢，我们检调单位呢，能够尽速查明真相。同款加入去本港影片风波，迄个民进党立委洪新涵，特别暗时啊，伫咧网络顶流传那像是性交易的影片。洪新涵出来驳回讲，这个影片是假造的，想要影响选情，已经有报警察。不是疑似是我，那不是我。我其实，在去年12月收到这个恐吓信件的时候，我当下其实就坦荡荡的报警了。我不是昨天媒体报道才报警，也不是今天才报警。地方委员洪申案，他在12月的时候接到恐吓信件，那后来由刑事局来受理报案，我们用恐吓罪的案件来受理报案。那目前相关的资料，我们已经在调阅追查中。洪新涵强调讲，影片内底查甫人真明显无流喙鬚，体格嘛加真瘦，根本就毋是伊。刑事局表示，去年12月已经受理报案，目前当地积极侦办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好 ，OK， 好，谢谢。选举进程在野要求要公开高端疫苗合约。立法院今仔日开临时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来报告。立委也关心当时会当公开合约。陈建仁强调，这合约并无问题。不过，政府和高端有签5年的保密条款，要提早公开，就要经过高端的同意。高端是发出声明表示，敢要公开合约，会依法召开董事会讨论。我们跟高端的这一个合约呢，都是在遵照着这个相关的法规呢，以及国际贸易的这个惯例来签署。这里面没有不可告人之事。到立法院临时会进行高端专项报告进程，陈建仁先强调，高端合约合法，在遐议会是将目标放伫高端采购合约什么时阵公开。不过因为牵涉签保密条款5年。陈建仁强调，政府爱对高端有诚信，也甲立委一句来一句去。即便你认为有保密，那你把它处理掉。我们政府的立场，从前面到后面的文件，你通通都没有。我们政府的立场也是要公开，也是主张公开，但是需要双方同意。为什么要公开？他的理由是什么？价格不是都已经公开了吗？841块一剂吗？他需要召开董事会来决定。开个董事会有这么困难吗？你们不能积极的要求、积极的来沟通吗？陈建仁表示，立法院调查小组监察院甲检调拢看过合约，郭明标表示，政府态度也是想要提前公开。另外，有立委质疑高端自控制1年，当时指出合约无公开是照采购机关的要求，为副部长试水员放人，佮对提前公布合约表态乐观。记者综合报道。
选前是愈来愈烈，精神科医生就发现讲，英国出现选前焦虑症的病人，拢是中高龄的选民。不过最近也有不少少年人出现这款的症头，医生就建议民众监看新闻和社交媒体时间，加做寡运动来消除压力。也要提醒讲，若阵选举结束超过1礼拜，心情还阁真郁卒，困袂去，食袂落去，就爱去互医生看咯。2024大选就要到啊，各候选人最后的拼场催票，激烈选情也深深牵动选民的心情。就是3位应该已经民调每个都，我觉得蛮定型的，只能把我们票投出去，然后看结果就是交给大家一起决定出来。小紧张啦，对啊，毕竟是大事啊，大家都要去投票一下。有精神科医师就发现，最近1-2礼拜收到不少选前焦虑症候群的患者，过去大部分是中年人甲老大人来看医生，不过即马煞有年轻化出现，因为这个少年世代所支持的候选人大部分甲厝内底时代无同，而且即马网络普遍，民众接触资讯真济，而且正积极投入，第三卡多的情形之下，就出现焦虑、情绪波动失眠，烦恼支持的候选人选袂到。2024年，我们看到这总统跟立委选举，年轻世代的焦虑比较高，他们碰到很多他们眼前的困扰，那会有压力。比如说男生来讲，要不要当兵，就职很困扰，物价上涨，然后呢，兵凶战危，那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那这焦虑呢，在希望找出适当的候选人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压力。医师建议，在这段期间，民众尽量减低看新闻甲社交媒体的时间，佮透过运动、放练训练来调整日常生活。那选后心情也是一直维持忧郁、困袂好、食袂落去，而且症状继续1礼拜，应该看医生进行心理咨商。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服务业开始做数位转型，一寡基层工课渐渐互机器人数位产品取代。劳动部建议业者就要加强培训基层劳工的各种能力，劳工就当发挥更较大价值。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讲，台湾真侪中小企业的头家无长期培训员工的概念，可能会造成头家家己对袂着时代，失去产业的竞争力。机器人到的时候，机器人伫餐厅内底送料理予人客。现在科技发展成果开始应用伫服务业，那餐饮业、超市卖场也开始有自助算小机器取代人力。金融业也有线顶智慧系统取代部分客服人员。劳动部按所发现，虽网数位转型可能会害基层劳工出现失业的风险，不过若雇主愿意投资成本做人力转型，加强培训劳工，嘛通提高产业竞争力。可能会因为数位转型而有一些职业可能它的相关的工作机会会减少，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会被创造出来。像银行，它的相关的一些可能前台人员是减少的，但是呢，这些人员呢，他可能会去被转型成相关的金融理专，当然是要透过相关的一些职业训练，再强化他的一些职能。针对数位转型，有学者嘛发现，台湾的服务业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目前并无投入伤济数位转型，因为数位转型需要大量人才、技术、资金，拢是大企业咧做较济。中小型的服务业者，若无数位转型，有可能就会对袂着时代。中小企业头家伊的资金、人才拢有限，利润嘛无趁遐济。台湾大多数的企业，不管服务业、制造业，长久以来拢无咧做人才训练，因为台湾的头家拢想讲要叫用现成的人才，去共挖角好啊。大多数的企业头家伊无想讲要来好好训练家己的员工。学者指出，面对数位转型，部分基层的工课会互机器取代，已经是趋势。原有的人力就需要经过训练，转到其他无法度互数位转型取代的工课。学者认为，台湾侪中小型企业的头家，较无愿意投入资源伫这部分，背后就有可能会互人抬掉。学者建议政府要有机制鼓励中小型企业继续培训员工，由政府带头鼓励企业建立劳动市场的教育文化。记者关长随台北报道。什么款的景致会当代表咱台湾的是阿里山日月潭，或者是自由广场？带观众朋友来看这高雄莲池潭的这个良好塔。去年开始改征收，最近高雄市政府参考外国做法，征收的时阵答应给外口挂相片。不过，所有民众伫咧讲，安尼挂相片真歹看，看起来就亲像是灵骨塔同款。不过，主席讲认为讲唔通乱讲，尊重神明啦。
导游当咧向日本游客解说龙虎台历史，这是国外观光客真正来景点。最近台外观唔有时间因价甲历史房啊，顶悬阁有挂相片，就有人讲龙虎台外观变做安尼，看起来亲像灵骨塔。安尼讲法，民众无法度接受。这个像无像灵骨塔啦，无像啦。我29年，怎啊第一个听你讲像灵骨塔，我才想，第一个听到人讲这句话啦。伊其实迄个大图输出安尼会阁袂歹呢。为啥我因为我伫遮上班嘛几啊年啊，我搁伫遮看，阁袂歹呢，阁袂歹看。龙虎塔是去年开始修复工程，烦恼4颗位啊因价盲矮影响外观。观光局是参考国外古迹修复做法，用相片的大图挂伫塔的外面，互龙虎塔来变装。针对有人讲亲像灵骨塔的讲法，主席强表示，安尼考试对新民真无尊重。用甲足水的啦，表面足水，就安尼信徒甲游客，大家都满意。这类的手法在欧洲，包括了法国、意大利等，在古迹维护以及修缮历史建筑方面都是常用的手法，也获得庙方高度认同。观光局表示，龙虎塔到今已经买50栋，为着游客安全，目前正咧征收，未来设置游客翕相建议位置，各有设华语、英语、日语3种语言导览解说牌啊，按算2020年会征收完成。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常常听人讲，这倒顶年干，表示讲这件代志轻轻松松就简单的甲伊解决啦。而且过年时阵呢，咱厝内面拢爱贴一个干妈通，代表吉祥顺利。来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甲咱台湾农民支持。讲到咱台湾即摆干妈当咧大出啦，来看家己得价一个美女柑，即摆也是当咧大出的采收时间。啊，讲到这个月月底呢，家己得价的葡国柑，共款准备要大量采收，而且今年品质真袂歹。观众朋友，大家爱提早注本。一粒一粒的美女柑，还会支起种出大细粒。家己管得家乡的美女柑，即马当是采收的时间。山区的农民无用采收，仓库嘛挂要包装出货。农民讲，过年进前，柑仔类的水果需求量有明显较侪。它颜色蛮讨喜的，所以它还蛮受就是过年的消费者的喜爱。采收的时候比较怕雨水。可是今年算采收也还蛮顺利，所以品质也算蛮稳定。除了当咧采收的美女柑，地质家乡种植超过28公顷的木果柑嘛，准备要来收成。农民讲今年品质嘛算真好，但是因为种植面积有减少，所以价钱比旧年搁较悬。做到你这个年纪啦，你的体能你就站袂调，就怎样休耕伊，怎样就废耕伊，所以产量会一档豆萎缩，豆减去。地界农会讲，木果柑豆当拢是1月到2月这段时间高分，属于较慢熟的柑仔类水果。目前地界乡当咧采收美女柑甲其他的水果，所以木果柑采收的量也无侪，按算2月底才会开始大量采收。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你行入去店仔内面买的是物件，或者是买的是人情味咧。愈来愈侪超市连锁市场出现地属传统的柑仔店，受到真大冲击。成功大学历史系甲高中生合作，去台南37区柑仔店行踏，因也特别举办特典，要甲大家分享这柑仔店的演变，也要互大家了解到柑仔店的文化。开刀顶五花十色的十西啊，佮有批梨啊、年水啊等物件，这拢是因为柑仔店买到的。过去店内唔干那卖只用的，佮提供假批卖票兑换的服务。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参赛的高中生合作，实在去行打各区的店头，要甲大家分享柑仔店的演变，嘛展出古式十西啊车，互来看的人不假笑脸。伫台南呢，就去柑仔店买物件，我感觉较有人情味。东城呢，原汁酱油都是咱新华的酱油，吼，所以柑仔店就是代表我们古老的一些记忆，还有在地的人情的网络。就趣味就讲伊外口有摆一桌啊，外口佫有茶，有人两下晡伫遮咧食茶样，结果发现讲，原来遮佫是一个里长的服务处安尼，正正是咧做总铺师，所以讲内底佫有大个冰箱内底，内底有足侪迄种。干贝啊！柑仔店文化有超过900档的历史。经过了解，目前也无研究指出台湾柑仔店的起源。不过有册记录到乾隆年间，平阳妈祖经就白石柑仔店嘛。近来超商甲连锁市场变做主流买物件的所在，因此对小本经营的柑仔店产生真大冲击。有不少店家嘛只好对咧转型。数量有比较早来讲是较少。
较少真济安尼，毋过伫个部分的所在，人较少的所在，其实柑仔店也是一个真重要的存在安尼。保存落来吼，以后的一寡少年啊，会使去体验、去感觉柑仔店互你的温暖。这个地点伫咧台南市立博物馆，按算等到6月初，学生讲经过调查，台南的柑仔店至少阁有100间以上。因希望众人通透过无同的方式来入捌台南，卖使实际去行一转，感受现代超商无法度代替的宁静味。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3度到18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2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